由台南市政府甲運動部、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共同籌辦的國家棒球訓練基地，7號在台南亞太球場正式揭牌。總統賴清德、運動部長李揚、台南市長黃偉哲、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理事長顧仲亮以及各界貴賓一同揭牌。請揭牌。好，請放開您的紅繩。國家棒球訓練基地正式成立營運，掌聲！黃偉哲致辭時表示，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自總統賴清德擔任台南市長時期就開始規劃，歷經李夢燕代理市長，一直到伊任內完成球場建設，並辦過多場重要賽事，顯示出這場棒球基地在3期棒球發展過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這個用地的取得，整個規劃。包括招標、開國際標，包括整個的跟地方的溝通，都是在賴總統擔任市長的時候所規劃出來的。然後到我們掌聲鼓勵，謝謝總統，謝謝我們老市長。那接下來我們李夢燕代理市長的時候，開始這個新建，一直到我能夠最後能夠把歷經3任市長把這個亞太棒球訓練中心完成。賴清德致辭時回顧亞太棒球分區一路推動歷程，笑稱家己當年擔任市長時是鮮花投手，接任的前代理市長李夢燕是中繼投手，現任市長黃偉哲則是終結者。我們感謝，就一棒接一棒，我開始，然後這個我是先發了，李夢燕是中繼。然後終結者就是黃偉哲市長跟他的團隊，然後我們給他一個熱烈掌聲哈。有城棒、主球場、副球場，然後我們也想要從基層開始，再強化基層的棒球運動，所以我們有少棒、主球場、副球場。那比較罕見的，我們有室內室外的投打練習場，還有2個內野的練習場。就是像是一個春訓基地一樣，好，所以我們當初就是把它定位為亞太棒球訓練中心。國家棒球訓練基地上早的構想是在2025年4月提出，由台南市府函請當時教育部體育署評估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設地可能性。今年6月完成評估，認為園區具備新棒副球場、室內打擊場等完整的設備，而且會當兼顧賽事甲國家隊備戰效能。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